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本日20时许，在龟山区忠义路与大湖路口，由张姓男子所驾驶的连接车由大湖路右转忠义路方向，因其车辆货斗舱门未关闭，导致该车辆行进路口处时，车辆货斗舱门撞击红绿灯杆，造成红绿灯杆拦腰折断。本起交通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，但已导致该路段出现涌塞状况。经警方协调台电先行移除垂落电线，涌塞情形在30分钟内排除。警方呼吁驾驶人装载货物驾驶车辆时，除应留意装载货物是否固定牢靠外，更应检视货斗舱门是否确实关闭，才能避免类似交通事故发生。